现在去文教基金会文字编辑，就是大家若是有摕到讲座迄本册，我就是内底第一本12个人安尼。这本册叫《囝找妈妈》的作者是张玉文老师，嘿对，再来是这个英雄林英雄，英雄老师伫遮嘿对，这两本就是这两位老师就是这绘本的作者安尼。另外今仔日佫有4项伫遮，佫4项。伊画过来一本的看，这本是伊画的，这本嘛是，对，这拢是伊画的安尼。今仔日等下就是要请因来甲大家分享因咧创作这个故事，也是讲咧画这个故事，要甲安怎甲故事的物件用途呈现出来的一寡心声好，无就是咱先请各位老师来小自我介绍这个课了，好。在座来宾甲小朋友大家好吼，真欢喜吼，我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当来遮分享我家己写的册吼，基金会真用心在推广台语吼，我特别来到遮吼，我看到安尼，这规个会啊在讲台语，我就足感动啊，因为这个经验就是我细汉的时阵，但是我来台北。伊当足久的啊，介少啦。阮自厝我有甲阮囝讲吼，但是我的孙已经无法度啊，所以我拢会加感慨安尼吼。好在搁有恁吼，有恁搁伫为安尼在哩，因为着爱有恁，才会当传落去吼。这语言其实是更重要的。基金会呢，因为有办这学术上的迄个比赛吼，我嘛是改评分啦吼。我一本小文书想要有一本厝，拄好有入奖。我今仔日因为我是文艺的创作者，佮本来你若是讲你已经有看过这本册，你就知影大概的内容。所以我其实我今仔日并无讲要介绍这个内容，因为你看到这个册名，你应该嘛会当想讲差不多是安怎。我为虾米会要来写这个有这个迄个想法，就是讲主要是讲。因为这环境的问题，这生态的问题，这是世界性的吼，安尼地球拄好有一样啦吼。这个议题我也是介关心。佮有一摆呢，我拄好伫迄个报纸有看到，我等者有迄个这个主题看，我就感觉讲这个互我迄个想法吼，佮加强，所以我总家写出来。这小因素想要有一间厝，我想在座大家拢知影，大家拢爱有厝。你厝你就是要日啦，摒雨啦，风来你就爱有几落，无你是要安怎生活吼？所以这间厝是介重要。你看吼，这小因厝等者我来讲，这到底是啥物款个吼？伊生做伊的身体是安尼，伊的身躯是安尼，这是伊的厝。伊找着这个厝，因为咱逐个人住也无啥，有的人住王屋，有的人住别庄，有的人住土坩厝，有的人住啥？这个伊住这个厝，伊住这个厝，这个厝拢家己吹啦。咱来走遮唔紧，我就无迄个吼。就是讲第二天我要甲恁讲的就种，这个小文书到底是啥物歌吼？我相信，因为我顶一摆吼，就是嘛是迄个因来遮表演，就是表演即出。我听着囡仔讲这声，我惊一个，我囡仔很老啦，我惊可能无啥会晓讲哦，这个物件吼。我在座这囡仔真正是有够厉害吼！这囝生仔吼，因为伊伊拢闭伫迄个壳内面，就是咱就稳固伫迄个内底所以吼，伊英语名啦，伊英语名就是这啦 ，handicraft， 伊若直接来翻做华语就是影视学，就是因素体，所以就是讲，甲伊叫做小文书，这个小文书嘛是有一寡。较诗意的迄个吼，较有迄个诗的迄个味啦吼。你看，按条仔排第伊的厝是介水的厝，迄自然的吼，就是讲，迄个啊，啥物，迄个海洋内底的物件，伊若讲迄个死去，留咧伫海边，伊就家己吹。你看伊即摆，伊的厝是，这个粉色吼。真可怜，这个是计像个人咧什物酒干啊，塔啦酒塔啦下迄落吼，下迄个伊个迄
查拉罐吼，啊，你看这其实拢是介可怜的哈，你搁先去来先甲看这个较水的迄落吼，我搁小可介绍一个迄落，这架绳啊吼，这架绳啊其实是海边仔个清道夫，伊个清洁队，伊对资源回收做咧有够好的吼。就是讲，你若伫厝吼，恁兜有人咧饲鱼啊，伫咧饲鱼啊个水箱内底，你若甲放一两只，迄个水箱内底拢会足清气的，因为伊是作者，伊啥物物件拢食，伊个内本身拢清到足清气的吼。伫迄个即摆我找到迄个资料是讲，伊若是介好环境内底，伊会当活20岁到30，20年到30年，到目前为止。活到同济，互你要会当差不多几岁，伊会当活到偌久，同好环境。嘿，70，嘿，这50岁过70吼。到目前我找着迄个资料是讲，伊会当活到70岁。吼，伊吼，伊即马吼伫迄个国际的资源保护联盟的安培书内底吼，有迄个伊个类是介侪种啦吼。大部分即马世界大概有，我看卖哦，我即马才找着吼，世界内底按台湾有10种啦，世界大部分差不多有30外种，按台湾有10种，所以其实按台湾的生态是非常的丰富吼，多样生态化，人家台湾是在报道嘛。伫迄个伊这架绳啊吼。伊大部分有分2种，一种是伫水内底，一种迄个毋是伫水啦，伫海边仔边，伫路上吼，伫赛事，即种个咧，伊细汉的时，伊要繁衍了，伊要生囝的时阵，来伫水内底，吼。另外，乡会会唱歌吼，就是讲即摆为什么架绳会愈来愈少？除了讲因迄个吼。因无厝通要住，还是讲因住迄种厝无适合因，因为迄囝生仔伊后壁有讲有一个狗啊，你若迄个尖，伊会当甲狗徛，就足好势。即摆人有要甲伊个囡仔，就丢入内底，就去用拍袂着，足安全。你若迄种粪扫啦，迄种拢起落来吼，咱厝底无一下就变袂去，伊会用攻击，伊就无法度保护家己。这是伊第一个伊生存的问题。第二就是讲，为什么讲这个伊迄垃圾会少？就是讲为了爱食海产，话拢去啊。为就是讲，甲迄虫拢捡倒因兜肚内底，吼，伊无迄个。第三就是啥呢？做迄个宠物去用的，你若讲，因有一个危机就是讲。因若穿足水的衫，会去用掠饲仔卖，人就拢甲伊，对无？我即本册内底就有写，就是讲，伊就是去迄落嘛，就是讲，你有人讲，囡仔要饲迄宠物，猫啊啦、狗啊啦，啥物碰瓷啦，啥物拢有，即摆连囝生仔嘛有，所以讲即个伊讲，我饲一只动物，我介意伊陪我散步，伊介意我，唱我做伙听莫扎特的音乐吼，伊介意常常听我讲话。我若无爽快的时阵，我的宠物会唱歌互我听。有一天伊的宠物嘛甲伊讲伊甲我讲，伊嘛足想要饲一只宠物。我若伊袂爽快的时阵，唱歌互伊听。所以你着爱记伊的，就你拢无爽快，伊唱歌你听，伊嘛会无爽快啊。因为伊个厝有当时伊根本就毋是伫遮嘛，你连家己来吃，对不对？你拢你互我快乐，伊就袂快乐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鸟囝找妈妈的作者。我找妈妈这本册就是2017年的阿 Q 想的，就是迄时阵有3个无共的年纪嘛，我这是上细汉的，就是幼稚园甲国小低年级的，字数是上少的安尼啊。我这本册是安怎写出来？我小弟先甲小孩一个。我是我嘛是国小的老师。我是几工前才踏入台文界，所以算是真慢。2017年这个阿 Q 想的前1年半，我才开始认真学台语。所以我是细汉也讲台语，不过就是来到台北嘛，台北这个环境无讲遐好，所以来台北的时阵有人讲你台语哪会
好，我想讲我伫咧装卡的时阵，安尼台语哪有算好啊？来台别人就讲安尼，你算做老公台语的安尼，伫你即边安尼算老公。我伫2016的时阵，我就开始考认证。我本来是台囝的导师嘛，尾来考认证过 B2 了后，伫咧学校有一个机会用转做台语老师，我尾来就转做台语老师安尼。伫咧2016开始我就去社台上课，家己会开始看册、写文，练字音字形。学校内底嘛爱指导学生参加比赛。最近有咧开始用台语讲故事，考认证这个过程就一关一关考过安尼。伫咧这个过程就是哪算哪学，感觉真欢喜。对台文的初步的印象，我未开始认真学台语之前，有学生甲我问讲，老师我要参加迄个朗读比赛，你甲我斗听好无？我迄个时阵感觉这是咧写啥物字？我看无啥物韵呢，哪会安尼？感觉家己是只半青面具，因为台语的字甲国语的字其实有诶是共款，所以对迄款呢，就是台华语共用的，比如讲困难啊、欢喜，迄就较简单。共款意思的词，亲像拄开始讲真欢喜甲真欢喜，毋是共款，哪会袂当安尼啦？凊头的时阵无改变，有诶字就感觉来回煞煞。感觉我家己就晓讲台语啊，我妈妈讲台语啊，哪会看到台语文，要家己讲做台语，哪会感觉真济拢会袂晓安尼？安尼是真正会晓，是袂晓，会惊惊。迄个时阵学一阵台语，会想讲，安尼人我会晓写，我嘛来写看卖。要开始写的时阵，就爱查字典啥物。不过迄拄开始的时阵，感觉真困难的。迄时阵也是看到全部拢是罗马字的文章，我会感觉会惊惊念做慢的啦。迄个时阵就开始，我想讲好，无来找一寡资源。看语文竞赛朗读文章，因为真济迄个出版社拢会出音档嘛，音甲字做伙练，渐渐我家己嘛会想要写。毋过代志拢无遐简单，我记我头一篇台文，是我去上社台的时阵，老师讲无你来写一篇迄个感想，就是来上台语课的感想。我讲好我来写。伊讲免写侪字啦，你着差不多500字偌济拢会当安尼啦。我就写一张 A4 A4 也是写做华语的，撇开来几点钟就写出来嘛，足简单。毋过我会记得我迄张 A4 的迄个社台的感想，我写几礼拜。我想讲哪会写袂出来？这字我到底是用对还是用毋对？你一直查，查，我会感觉无好写。毋过迄个过程因为咧查教育部的书顶，感觉真心实。比如讲，看到一寡相近词，云啊、看啊、聊啊、豆啊，慢慢咧即共款的呢。好查这个词，讲真趣味。我要讲这个词是因为我2016迄个时阵才学，差不多台语学4个月5个月时，我想讲好，我有投稿，无来写看卖。我第一篇写的就是一篇住伫万达那国的阿青，就是2016年的阿 Q 想无互选着的。投稿无遐简单嘛，总是爱练功夫嘛。迄个主角就是阿青，阿青是一个读幼稚园的囡仔。配角就因兜的人甲学校的同学。伊像一个动作要出版，伊别项拢是办，拢定来讲，就不要紧啊，看来就好啊。到有一届就要紧。迄时我去投无着嘛，毋过我过几啊个月了后，我有收到迄个就是你甲票基金会内底人讲，你这篇其实写了袂歹呢，你要家转投迄个杂志无，就是广播的杂志。我讲是写了袂歹好无来改，叫我投，我讲好，无我来投，我也有看伫广播安尼，搁来我想讲，安尼来研究一个2017搁过一单嘛，搁要来投稿。我就讲伊同款是分做3组，逐组甲我捡一个，我就看伊的迄个内底内容，伊讲今年的活动鼓励儿童文学的多元性，故事的内容会用包含文化、天文、地理、社会观察、历史、生活等等的科普题材。科普题材安尼我想看。我想讲，因为科普这两字，我想讲有相关的题材无？迄个时阵真好运，我去富阳公园遐听人讲生态导览，真好运去看到一只鸟，伊叫做黑枕蓝翁。黑枕蓝翁伊的水是
红色的、蓝色的羽毛，啊，规个色水是做领导，做水做水的。我讲哇，这个蓝色的鸟真正做水的呢。啊无，安尼好啊，我来写一篇迄个蓝色的羽毛的鸟仔的故事。啊，其实这个鸟仔，你讲伊的华语名，你嘛无解熟悉嘛，无讲做熟悉。啊，毋过台语名，安尼佫更加无熟悉，不要紧。Google 大神真正一道上工，你去甲 Google 查，你的 keyword 来写讲蓝色羽毛啊，台语名的鸟仔安尼，伊就会互你啪啪啪啪一堆一堆哦，足济哦，所以你就开始往家己倒看卖咧。啊，我为着我找着遐个鸟仔，要互伊出场，我就设计故事的方向。我想讲安尼来互因，有一只细只的鸟仔囝要找爸爸妈妈的故事安尼，啊，就加在网络顶拢找哦，这个是应该是因，加在鸟仔的台语名伫网络拢真侪拢查会到，啊，佮找因的外形、特点啊、生活的所在，改编做一个故事。啊，这个故事是安尼来的。好，啊，我感觉这个故事我这只是啥物？啊，对，有人看在这个片因，这叫长尾山羊。长尾山羊就是我这个故事的主角。啊，我感觉。出这本册是我过年中看伊安尼办啊出现是我足欢喜。啊，其实迄时就感觉讲基金会工作人员真正足用心的，因为我讲这个故事的时阵，其实我无出迄个图鉴，毋过上尾这个故事的上尾有鸟类的图鉴，就是这个图我家己扫描落来，啊，伊就去介绍讲这个鸟的特性安尼，感觉加这个图鉴甲小孩册加较丰富安尼，这只是长尾山羊。伊是台湾蓝雀，伊的脚甲喙是红色的，身躯甲尾是棕色的，尾里有惨黑色甲白色的羽毛。大只的对头甲尾有差不多60公分，伊是大只的鸟仔。这是咱的故事的主角。过来，这只是啥物？这只就是我去富阳公园看到迄只黑着动物，叫做尼泊尔鸟。啊，尼泊尔鸟啊，刚才规身躯是蓝色，看只片苗浮浮，色水分布的是较浅。伫个鸟界动物是安尼啦，就是刚才较水，甲咱人小可无共款。咱人是查某的是较水，毋过大部分迄个鸟界是刚才伊色水较水。啊，这是较细只的鸟仔，伊大只的对头甲尾里差不多15公分。过来，这只应该真侪人，花仔花象是迄个。有色鸟，啊，伊身躯的色水是真侪款，伊的面甲头有蓝色的羽毛，啊，伊较肉肥肥安尼，啊，因为伊会去啄迄个树丝嘛，所以嘛有人叫是伊是迄个啄树的迄个啄树的鸟安尼。啊，搁来这只叫做钓鱼鸭，啊，钓鱼鸭是翠鸟，啊，伊的喙是乌乌长长，啊，会厚厚尖尖，啊，敢若较久的伊的喙的迄个下骹面是无共款的色水，啊，因为这我有写伫我的册内底，因为我会去接伊的故事，比如讲脚是红的，肚是红的，啊去接这个故事，所以我有用着母的伊的喙下面是红的这个特点安尼。过来这只嘛是大只的哦，这只叫做红卡，红卡是蓝腹鹇，伊比鸡仔较大一寡，啊伊的尾嘛是长长的，共款甲鸡仔共款拢无介厚背。刚才伊身躯顶的色水是大部分是蓝色较济，啊母的色水较红，这就是我故事内底出现的鸟仔。啊，伊内底伊写搁较较长，伊的介绍足丰富的，就是上尾啊迄个部分的图鉴。啊，故事除了迄只长尾山羊的鸟仔，我搁爱找一只陪伴伊的细只的动物嘛。我想讲，安尼我爱找一只啥物款的动物？伊的个性一直爱。我到底嘛就心嘛爱坚持袂放弃安尼，啊毋过我应该不用找一只会食鸟啊，迄款食肉的动物啦，迄款的袂啦，你也看起来真好食安尼看，伊可能还袂送到厝，都半路伊会感觉到倒遐就甲食掉，安尼嘛是袂当，所以我尾仔找，我想讲，安尼要找啥物款的鸟，尾仔我就找兔仔囝，啊兔仔囝，因为我为倒只话真正足高追，我即只兔仔囝就咧。第一关困无啊，啊，迄个兔仔囝毋是滴困无啊呢。我即个部分我小可了解。过一阵啊，鸟仔囝醒啊，伊仔紧甲伊问，你叫啥物名啊？住倒位？我送你来讲哦。我毋知影我住倒位呢，我妈妈拢叫我宝贝啊。
宝贝，我爸爸嘛叫我宝贝。这个部分其实甲我伫咧学校做老师的经验有小可关系，因为即摆的人啊拢生了足少的，啊每一个小朋友其实拢是爸爸妈妈的宝贝，所以大家拢是安尼对囡仔拢是足关心的安尼。啊，过来啊，我真感谢基金会找咧画图者，这个名吼听讲是法国的名啦，所以我不晓得伊个名叫什么牛。我即摆我阁无看过这个人，毋过我感觉伊的画图我真喜欢，因为我家己嘛是一个真爱看册的人。啊，是这个画图啊，画了好，其实对规本册拢足加分的嘛。我上喜欢的就是伊的动物啊真古锥，啊色水足饱甜的，而且伊画出来角度真有变化，啊插袂少有设计的迄个创意伫内底，比如讲像这。伊讲，只要叫你介绍因兜啊，讲阮兜有啥的时阵，爱着写这 This is my family， 啊，这是阮兜有一个舞台的迄个感觉伫内底，啊，搁有像这个，伊就是对下骹看对顶悬去，讲吼，请问这只条件敢是你的囡仔？啊，搁有像这伊的色水拢是做饱甜的，看起来就是感觉足吸引人的安尼。所以我家己看，因为伊迄个过程中伊有寄迄个。或者画好的图，互我看，讲，请问安尼画出来，敢甲你生活内迄个故事的形敢有共款安尼？啊，我有互一寡建议。好，即2、3档就感觉讲嘛，台语有一寡新的发展，开始有一寡台语的册，若像伫咧市面安尼，嘛真侪人有喜欢，感觉有一寡新的愿望，啊，家己有机会看到无共的变化，感觉真欢喜。啊，我即摆就是我家己的册图啊，有开始有真侪无共的出版品啊。啊，当然啦，是册店啊、图书馆有大一区台语的册啦，安尼就搁较加赞安尼。所以我家己甲你讲，就是我若是有闲，我写就对啊。虽然讲我有当时去看别个作家讲，哇，因一工爱写几字，一直爱写500字，爱写2000字，逐工拢有家己的迄个进度。因为我嘛真无闲，所以有当时是无法度照讲有一个写作的计划来继续听。毋过有一句话我是真介意，伊讲布衣仔会当甲做水衫，布衣仔会当甲做水衫，咱省时间会用真做美梦。就是讲我也是有时间，我加减写，啊，有时我出版的机会是投稿的机会，我继续来写，我嘛一定会安尼一直行这条路顶悬安尼。好，好，今日分享就到这。感谢玉芬老师甲咱介绍讲伊咧台语路顶悬的一寡心声。我想啦，就是讲即个台语的物件，毋是讲咱会晓讲，咱就会晓写，大家拢是安尼学来的，所以大家手提的迄本风无加看，啊，大家嘛会使讲投稿，安尼我才毋免烦恼无稿的问题。好，啊，大家嘛知影讲，即个阿 Q 小原本其实是研究文字的部分尔，就是作者伊头拄讲伊要写一个文字的部分，啊，毋过咱即摆要出绘本嘛，要出绘本就是爱画图哦，所以其实画图的部分嘛真要紧哦，所以咱即摆就来看即个画图者，甲咱分享一个伊安怎讲，即个足抽象的物件来画做遮尔水的图，啊，而且即个诗行画几啊本哦，所以你会使讲真济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诗涵。我平常是设计师。有啥物有这个机会使画这3本囡仔册，是因为就是洪伟老师，就是我的家己老师。就有一天就是伫咧上课的时阵，洪伟老师讲：诗涵，你敢会当画图？我会晓啊，来你要画无？安尼开始啊。好，就是所以我即摆就是大家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拄则老师有就是写故事的老师分享的小故事，想到有一间厝。我真介意一本囡仔册，为虾米呢？就是我是画图的人嘛，所以阮一开始是摕到伊个文字，我讲哇，这个文字写得甲诗共款的，那遮厉害。讲，因为文字是有一个 tempo 嘛，你感觉亲像讲水里流共款，足水。我就是开真侪时间去想讲要安怎，互我的感动就是画甲
的画到你册内底，所以就即摆开始。好，这是就是我带一个分享，就是我画过上侪摆的图，上侪摆的图是倒一张的，就是第一张。就是一开始的时阵，就是阮爱做的，阮即款就是设计师甲画图人爱做的代志，就是你要确定讲，这画图的感觉要安怎，亲像讲你这水是要用啥物色啊，这开始形体要安怎表现，你是爱亲像讲，即张就是比较较有就是设计的 style，即款就是你讲手的 style。我记得老师是讲是紧一张。就是较另外一个，我咧敢会来查着较边仔吼，歹势。是的，好，就是就确定讲伊即个 style 去画图了后，就是换我的工课，我的工课就是第二张，即张就是伫咧想讲，是要就是即个水势就好啊，你的身体就是较无遐尔清楚，嘛是一个 style， 感觉。还好，所以隔日小可画一张。即张嘛是，这张是第四张哦，就是只要讲画到即张，感觉差不多70%、80%应该会使完成。过我发现一个代志，才有写，就是伊是住伫水库仔底。我想讲，好，惨啊！我感觉这毋是水库仔底，这是敢若是泳池共款，是共款哪会安尼？就后落来就是即摆看大概一张真正是水库仔底，有鱼食，狗仔伫食。后来决定讲就是因为大家看到第一张是迄个形体的线是乌色的，我想敢若是鸟车线嘛袂歹，就是每一张的即个形体的线都无共款，所以就是你看到你个册内底主角的就是有这个线啊，你真正亲像讲这花啊，伊就是较。环境就无安尼好，后落来是上歹画的图，上歹画的图我感觉这是第一张，因为第一张图是有啊，佮有狗啊，想讲这应该是较就是，像讲较大自然、较亲像讲较自然的环境，毋过即张就写讲，咱有冷气机，冷气机家家户户拢有冷气机，咱感觉是较都市内底，所以我感觉这上综合，就是我毋知一开始毋知要安怎安排啦，后来想讲好，冷气机伊就是有声嘛，空啊叫，我想讲咱一开始是为伊伫唱歌，因为有风台，所以就看到有人伫。甲台湾甲压雨，迄个风台足大粒、足恐怖的，就毋过这嘛是画到差不多70%、80%，感觉袂歹。毋过就是有时阵就是会拄着即款天气，你就有一天困醒了，想我有较好的想法，就规张就搁会记住先的。好，这张是讲，因为我看伊个故事足久啦，摆想讲这公共场足古锥的，所以甲你的冷气机为做低的共款，即家伊这最后决定，有看到讲就是亲像讲遮下字毋是用拍字，是我手写就敢是这毋知是啥个人伫咧讲话，搁有遮就是看这字句台湾，我嘛感觉讲爱画出来，所以这是。后来结果我嘛真介好，拍图，我嘛感觉上歹画，跟就是第三张，我感觉就是头前的这3张都是上歹画，歹势就是。我真介意，我感觉是一个挑战啦，因为你的文字亲像是伊的图像真重要，你要互别人有这，我有这个感动，我嘛爱互别人有这个感动。所以一开始，我遮上挑战的所在是遮，就是你安怎表现2年3工一个对个摆爱安怎表现，所以我想着讲好，就是大概这暗时就是有月亮，所以2个月亮就是2年，3个日头就是3工，所以就是搁用这个方式来表现。这只狗仔是原本无的，是我教的。原本故事内底是无一只狗，这狗仔是啥？就是第一张图，就是第一张图这只狗仔。
这是一个，我感觉迄个故事爱要安怎讲，就是你有一个头前甲后来我有关系，所以我安排一只狗仔伫遮，啊，搁有话讲就是树啊树啊草啊跳舞安尼。好，即种嘛是发现完全共款的代志。话到安尼感觉说，无我应该会使画较好诶，所以变成安尼，就是即马大家就是出版的版本是一张。好，这三张真正是足挑战，啊，毋过我真欢喜有真感谢嘛真欢喜有就是自我挑战的机会，因为真正是你的物件就是你的物件就是就是不是很具体，是较想象唔了解，是较挑战，所以就为了嘛是这个成品我嘛就爱好。好，搁一个就是小武术是共一支，就是不要乱讲共一只，不要乱讲咧，就是因为伊有一开始这是我家己想法啦，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就是拄则老师嘛有介绍，伊是在讲过生仔的故事，过生仔是伫遮的过生仔，我无想遐早甲大家讲，就是伊拍是一个，伊用笨手来做处置的代志，所以遮安排的过生仔是较就是三分之有家己的厝的，所以遮大家重点应该是有落雨啊，有日头黄昏足水的这个所在，所以后来真正的主角是即只。就是伊是原本是秘伫旧区内底，即张嘛是我个人我入画的过程中我上爱一张，因为我真正心情无好，会转来看即张，我感觉我真正是看着真欢喜。好，所以这就是阮主角小武术出现啦，所以我是。因为老师予我足大的空间，我家己想法是讲，伊要谈啥物本数，互大家知影讲，这是伊看到遮感觉倒位怪怪，但就是会发现讲，这是哪甲真正，就是因为头前拢足欢喜，足开外开足水安尼，遮嘛是袂歹啊，佫有天气啥物，毋过有啥物过生仔身躯顶抬一个本数。所以就安排这个时阵出现，这就是我家己的想法。好，再想学的图，想学的图是即张，就因为即张就是因为阮画图的人嘛，就是你一本册内底有图，各有字，你会看到有两个物件。毋过即张的重点是声，就是小武术听到声，这要安怎表现？听到声，佫有影，影要安怎表现？我想足久的。后来就是决定的方式是讲，就是小武术足欢喜，他走来走去，即个人从我这边就是安尼拄着，所以才有用人的影去互小武术行着来表现即样，特别是开上对，我感觉上好，真正开真侪时间上即个，毋过这个结果嘛是我真满意啦，就是人安尼出现，毋过就是小武术行着，对我来讲袂歹。好，后来是一半是真的，一半是伊的回忆。为虾米？就是遮的故事性，就是老师写的重点，就是讲你就是老师拢有介绍嘛，就是足侪人去海边啊去捡迄个过生仔，因为过生仔是无亲像讲你捡落甲久好啊，你会使家己饲。这过生仔是无法度饲的，因为拄则老师讲的故事，我细汉时阵嘛有拄着，就是国小的时阵，真正有当落就是带迄个过生仔来。学校啊是，我估计你足细只差不多安尼囥伫迄个炉仔内底，真正是很风声，遮声的，真无几工就死去啊！所以遮写嘛，遮画的时阵我感觉就是我嘛就印象足深的，因为我家己嘛拄着，所以我就是这亲像这囡仔姊的伫哭的心情，甲我当时嘛共款，因为国小时阵真正足侪人会传迄个查迄个你
买的啊，就是买拢是买的迄个小动物来较好，真正是大家看到，真正足侪人去生，毋过足紧就死去啊，这嘛是一个细汉时阵的，就是比大汉了后会使甲遮记忆调转来，会使做一个用画图的方式做一个安慰啦，我是安尼感觉。好，所以遮嘛是遮这两点我感觉真重要，就是甲大家解释讲，用图的方式甲大家解释讲，遮1/3的计生仔就是无法度有伊家己的厝，就是拢无法度用底下卡，用塑胶的本、塑胶的坎仔啊、本数，对。我阁有一个小小的重点，就是我家己想讲，就是因为伊故事行到遮，伊是传迄个伊家己找着底下卡好计生仔，莫阁住伫本座内底，所以遮大家会使看到。好，再来上我的图。上我的图就是我感觉有一我感觉嘛是这嘛真重要，因为刚刚老师真温柔，就是伊毋是真正就是底下卡摕着还放袂当，而是伊就是就真优秀的囥伫迄树的坎仔内底，我感觉真感动啊，我嘛真介意遮。好，阁有一个就是甲拄则来甲我共款，这是老师无写伫故事内底，啊，毋过是我画图遮家己决定的所在。因为就拄则嘛讲过，跟国小的时阵有共款的经验，就是你毋是调工，希望讲迄个小动物死去，啊，毋过这代志发生会当怎么办？我感觉是大人的角色真重要，因为我想讲这本册应该嘛是大人带囡仔互因听，所以我感觉伫遮有是大人去甲伊教讲，伊拄着这个代志，阮会使用你心肝内无爽，你心肝内疼要安怎处理？所以我想就会使就是有可能讲这囡仔只是有可能家己来啦，啊，毋过我的想法是讲有是大人传伊来。甲伊讲你要安怎处理，所以最后一张大家会看到讲，就是囡仔只甲伊的是大人斗阵来，伊原本是真伤心的，就对这个代志真伤心啊。毋过经过这个仪式了后，就较快乐，所以这是我最后一张画下来，啊，阁有看到讲阮的主角小文书。伊换一个伊家己想的厝，所以这是我画一本册，就是画这本册的故事吼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因为你另外两本册是以前就是有人敢有问题，我会使直接找我。今日就介绍这本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家。大家如果听了知影讲我画图真正嘛是另外一个专业吼，这真正是无简单。听你到地发觉，逐张拢歹画，直接歹画就是恶画，是毋是安尼？吼啊，因为今仔日咱办这个活动，就是因为讲，基金会有办这个阿 Q 赏，啊，才有这个，才会当有这个绘本，啊，搁有这个图，安尼啊，咱今仔日基金会当组长顾文绍老师嘛有来，真正甲咱介绍一下啊，讲咱这个阿 Q 赏是安怎办？直接讲啦。你讲办基金会哈，基金会这是到20多年前，咱迄个有一个李江桥因先生因囝婿因查某囝，真有生命，用着伊过身体，爱家己的手尾钱，也摕来咱办这基金会，推广台语，而且是做文字的出版啊，阮有专门的志工的已经了22年。文字推广了，感觉咱即嘛爱推广即个细汉囡仔，所以阮才有迄个囡仔画图，即个画图主要是针对迄个细汉囡仔。即摆已经办3、4年啊，听讲阮迄个出版品了真好即摆要第二版要出来啦，所以咱就继续要做，即摆台语有较起开啊。有较起开大家放心，
去，阮会继续去办。好，多谢你。若是讲到即个文字的问题吼，因为网络已经有到今年是30天啊嘛吼，就是咱做即个文字化的即个物件已经做足久啊。有关即个汉字的争议，咱知影是拢不是有啦。毋过就是因为教育部真无简单，才有整合一套即个材料，搁有整合，即个有互建议大家写一寡汉字，所以即摆目前网部的即个。想法就是讲，咱尽量就是对教育部写安尼，所以即个厝嘛无一定是倒一个较对，咱对教育部写，即个咱就是暂时就往写啦吼，安尼嘿。敢佫有啥物人有啥物问题？但是我直接讲哈，我本人嘛是即个教育部书店的编辑委员，所以我真知影即个过程哈。我这字吼是叫做妥协，大家打合的啦哈。这个厝吼，你刚刚去考虑个提出，迄是较早的方法吼，日本嘛这个厝吼，这咱的汉字，伊的历史发展，伊会增加真济用途。较早是，咱讲迄个厝迄好厝啊，迄是可以放棺材的所在。近到尾已经300年、500年拢安尼，所以就爱甲用啊。电脑用迄个树，迄伤过有学问啊。所以阮有一寡是讲妥协的啦，伤偏，唔爱用，伤歹写，电脑无字，阮那个真是专家，所以迄是妥协的，所以大家多多包容。